6樓就係泰式風情度假區，唔使飛泰國都可以見到熱帶雨林。今日帶你慳翻啲機票錢，直落羅湖天欄，沉浸體驗度假式嘅園林。走入天欄，首先見到嘅係超64000平方尺嘅熱帶度假式園林。園林嘅設計靈感源於曼谷四季酒店。咁喺園林嘅景觀方面，我哋全館移植咗烏桕、鳳凰木、黏月豆等20幾種名貴嘅樹木，好似將個熱帶雨林直接搬入嚟社區，讓你瞬間穿越到曼谷。呢度係4090平方尺嘅無邊際星光泳池 ，Tiffany 藍色嘅池底同埋鏡面水景實在係太靚啦！白天倒映雲影，夜晚星光鋪滿水面。呢度唔單單可以游水，更係一個社交中心。細路仔喺度游水，家長們呢日常交流開 party， 度假嘅鬆弛感 max。呢度係我嘅第3個客廳，園林係眼睛嘅度假勝地。喺呢個7000平方尺嘅架空層，全部都係你嘅度假主場。健身室放壓力，書吧閱讀娛樂，細路仔就喺你嘅視線範圍內玩。窗外係園林，手入邊一杯咖啡，愜意嘅度假不過如此啊！依家我哋睇到嘅就係本次開放嘅園林示範區啦，大約29700平方尺嘅中庭園林。歡迎歸家。咁首先入到嚟咧，會見到4棵迎賓嘅青柚樹。咁喺廣東，青柚咧有一種保佑平安嘅寓意，亦都富含住以碩果待貴賓嘅傳統禮儀，係非常有儀式感嘅。估下90%嘅豪宅業主最中意邊一種歸家元素啊？冇錯，就係水系元素。正所謂小橋流水人家，讓你行入天欄嘅每一步都有流水嘅伴奏。我哋精選2棵20年嘅烏桕樹，好似個畫框咁樣框住成個風景畫，讓你可以感受漫步喺畫中，亦都可以翻去推窗見畫，係咪非常有意境呢？喺呢片珠海頂車酒店同款花景，係復刻咗珠海首家頂車香山湖美高梅華府酒店同款花景嘅植物，選取銀榕野牡丹、湖尾天門冬、芙蓉菊呢啲稀有嘅藍調植物營造出嚟嘅森林感，只為打造天欄獨一無二嘅專屬花園，為業主帶來由於森林般嘅度假愜意嘅舒適環境。咁喺中間預立嘅呢座藝術雕塑，咁係融入珠海海洋文化嘅獨特詮釋，彰顯住天欄獨特嘅美學價值。有品味嘅業主都非常中意嘅喎。36片玉壁玻璃頂象徵住66大順，鳳凰木花開時好似火焰燃燒。喺呢度飲茶、睇書、交友，陪下屋企人。隨住4季嘅變化，或許風景在變，但溫情不變。其實天欄嘅生活美學唔單單只係好睇，更係為咗度假式嘅生活再自然成長。從泰式風情到東方詩意，羅湖天欄用高品質嘅園林設計兌現咗度假生活嘅想像。喺呢度唔需要等假期，返到屋企就係度假。如果你都想體驗下異國風情嘅園林，不妨親自過嚟現場參觀下，感受下港澳嘅後花園嘅魅力。歡迎你嘅收睇，我係阿 Kim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！